帮台湾欠下好死哦！中间色、黄光色、像那种国王的球，你那个啊，都不加的，全部当做当假戏很好很好，见得到中，希望你们不需要啊，你真的需要帮忙。这不违言的没关系。再见。好，谢谢，拜拜。多谢你介绍啊。我来。先生，多谢你。哦，我在想啊，那你对学生有没有很思考的对呀？要我站就是想想还是来可以会啊，要欢喜，对啊，有的一定要对，我还在想说，你们还有时间画成这样？好，carry the roots，变成三还是高的线。Another house or something like that. That's the house. 这里太太家。这边。他太太你好，你好，欢迎，欢迎，感谢你来，谢谢先生，他的太太是哪一位？也是谢先生。对，我姓谢，谢谢你来，谢谢你来。这花不错，不错哈，到底有水准哦。你看我们家老爸是鉴赏家哦。谢谢。讲台语，我其他啦。你太太在哪里啊？太太不是也是在外面？在给他们。哦，在前面是。对，这个。哦，这位。对，就是他了。他爸爸99岁来看画图啊。就在那里。是，他说你们画得很好哦。因为我画今天回来今天我也是花啦，这花这是一蕊粉啊，还是一个花？我中午黄加入去黄色。这个是摄影展，摄影的哈。爸爸，这是谢太太，她也是对，我是画水彩，也是画水彩。你好。爸爸，好健康。我妈妈93。都是，她也是画家。你就画在哪里啊？等一下。你先看这个。你先慢慢看。好。你也作画哈，你也作画。我接着走。哦，是，不简单。真的，请你们指教吧。哪里，欢迎你来。好，在前面。
才讲半天，你还没录下来说。在这里，在前面这里，在这个地方。看谢谢。这个是自画像，从这边的。你画的？不是我的，这个。不是你画。对，不是我画。下面这边开始就是我太太做的画，就是她做的画这样。这你画的？你怎么写？你画谁画？水彩。你住哪里呀？住黑沃。啊？黑沃。哦。你知道黑沃吗？我知道。啊。你有名片不啦？我没有名片呐。哦，没有名片啊。我们每一年这个时候开花。是每一年。每一年这个时候。对。那你在哪里学的？我就从年轻就开始。啊。我从年轻就开始画。你就把名片给他的。哦，好。真好。哎，下面外面写我的名字啊。对。你这个就是他的名字。笔没有，笔没有笔。笔被拿走。哎。教授。那我的名字，我姓朱啦。哦，对。我是瓦特卡了。哦，好。哪路来的？从台湾来的啦。从台湾啊？来在这里啊？你也是台湾来的吗？我台湾来的，这住律师，住过。你好，因为你有没有名片的？我刚才给我了。台湾大学教授。我在台湾几十年了，4年了。你女儿在台湾生的吗？在台湾做什么的？在台湾生的。啊？你是不是？做妇女。四大美术系啊？你有没有在？我没有，那个我是喜欢画，后来美国有去。哦，就是有去学校自修课。修课。你台湾没有走，一定走过史啊？画了几十年了，是吧？我就到学院去上课。你的话有对子，我都讲比较好读。不一样。不是我随便讲。不是你不要乱讲话。啊，不好。你